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下礼拜嘅客家新闻插枝。桂江乡嘅南投地区客人迁到嘅乡镇，其中北山村客家嘅桂江乡创造前闹热嘅总头。唔过等等产业日渐日嘅改变，客家交通嘅发展，按多年来嘅天天嘅没落嘅。桂江乡公所喺今年初提出嚟北山村嘅环境改善计划，客家同行政院校委会争取专案补助。希望将北山村发展变作客家美食嘅特色状态。咸浸咸水嘅北山村喺国新乡境内台式事先天初经过嘅所在。村名係原始庄都最大莊頭北山峽，因為南江峽要經過莊頭嘅南邊，平洋較發，地勢較大較平，治水容易。昨天日本書嘅主因為係強調主要嘅雪山區，變做國新鄉最大嘅莊頭。啲北山咧強調是嘅是有啲咧小小莊頭，還有兩個戲院，有兩間戲院做得講。當時國新鄉嘅莊頭，末日嘅莊頭唱北山銀行嘅。用人潮就有錢潮，做啲經濟外銷最好嘅時節。北山鄉嘅商業最因為經濟交易帶來人潮發展得當好。無論係用水、電、地面世界調，對早啲60年前就係採地創業嘅飲食特色，客家附近莊頭民生物資買賣交易嘅場所。都有隻較肥啊！都有隻較肥，這樣好不好？你食哦。來580、580嘿。因為啲莊頭所講啲適種嘅蔬菜，真適種嘅蔬菜，所以講啲莊頭攏愛來啲方消費。當時嘅豬肉店菜飯攏非常嘅多。我都調工來只10邊嘅呢？10邊唔要食啊？這真好食。如果是香蕉1000斤的話，要有10個人來挑，10個人挑，他挑下來，他就一直來吃。但是一家的香蕉不止1000斤，挑的人再回去再挑下來又再吃，就是反反复复這樣一直出。因為北山峽係移民嘅莊頭，但是喺苗栗當時嘅條蔬菜來也開起嘅行業，不過當地嘅飲食一旦是以客家料理為主，甚至嗰陣時係香港總統蔣經國來也拜訪。爸爸媽媽攏客人啊，喺度銅鑼人啊，在入邊攏做客家菜。一般我爸爸喺糖鋪咧上班，那邊入邊有糖鋪來入邊做主任，來幹工，所以下來入邊都開麵店嘅。我媽媽開麵店，我爸爸上班啦咧。現今同產業嘅改變，都係民國80年代，北山峽雖然冇嘅經濟一條農特產，但因為貿易同數度繁榮，也變咗規實嘅都係貿易業。記錄學萬嚟都看得到賣貿易加工品嘅看板，村民行家都有如貿易好本等。即係一個一円冰糖，一円梅啊安尼。我們還一顆一顆的這樣跟它用那個刀子跟它弄破這樣子，不然你如果沒有弄破，你要一直壓，要用那個重的東西壓，這樣它才不會那個碰風安尼啊，不然它們就會發酵，就會一直浮上來這樣子啊。不過，就算記錄學買嚟吊頂嘅反映人客嘅看板，實以少有人客斷腳來買。中國北山鄉嘅貿易生意，見無頭擺好講見嘅。透過啲藝生意嘅時，藝所了解啲答案部攏有幾啊台啲貨車攏算幾啊10噸來去載去啲人力嘅工廠。當時啲貿易產業非常嘅多，但是因為可能是貿易用要拿出外國種物嘅唔知乜嘅原因啦所以啲數講人家賣攏非降，因為假使真賣啲數講啲成本，啲農民不付啲
了成本，所以讲就费工较大咧。耕种为主的北山乡村民，喺产业转型的压力下，佢不着村外以前条路。不过4年前的9年大天堂，三有撥国新强的人口外移的情形变得更加严重。天堂了后，天堂前應該差唔多2,400人口，而家剩22000人口。你主要是講天堂加初成嘅國鄉鄉吼，後生嘅對我要做10條路，佢哋會冇幫佢哋後，佢老人家都向我填出去嘅。當夢見得按個月重建，因為體力嘅方便，北山鄉有天天嘅變奏，以保利飛順農場一條觀光蔬菜、天草經過蔬菜。不過國土6號嘅開通，使一半北山鄉當夢見得繁盛嘅觀光產業跌到彈個慘。台灣過去弄啲咧 Q 台14線吼，佢弄人客弄韓尾入來北山鄉，而佢對國土上去嘅時，無交流道蠻好，無好下來，所以人直接要到保利去咧。變到個唔可以彈弓走來，係無彈弓過來咧，係。而家2年嘅經起賣，個國道6號通落去吼。生意較真大，長頭要2份，一般較價啦，一般較價哦，漲真大哦，差1-2年前都價咁漲得來啦，個嘢過到6號個通落去吼，都價錢冇嘢。不少國新鄉公所，老行政院校委會爭取經費，希望喺全國北山鄉嘅147研討比發嘅時節，做嚟改善北山鄉嘅順風嘅環境，向佢規劃做客家美食特色嘅裝頭。呢啲沙田呢啲街路順條入邊，而啲造景、校園嘅造景啊，吼，你啊條美麗化工程，包括部分啲排水嘅細型嘅排水溝，我們希望講是要改善吼，用自然工法方式，希望講呢啲會而要講安尼客家，而要講啲一個特色吼。不過，硬體槍嘅意思嘅觀光產業要重新出發。還是要意識點解大變，有60年歷史嘅老店，有人就希望堅持傳統，來想建設嘅人。都炒較香料嘅安尼，下邊嘅白較功夫料都較香。有人生推出嘅各樣式嘅客家菜，像毛鳥卵炒漢菜，也係重版客家小炒一道，我用創意來改變民眾對客家菜嘅本地印象。我炒嘅都用上班肉吼，炒嘅較好食啦，比3層肉較好食。上班肉較脆啊，較好食啦，較唔會硬軟啦。個我哋可以用嘅普通炒客家小炒係用油嘅，我用嘅透甜較甜，較唔硬軟。北山鄉嘅客家莊改善計劃將係開始，這國新強公所嘅規劃，喺200個康泰島、南港、福貴一條蔬菜，本70以上係客家族群嘅國新強。變做總部重要嘅客家觀光區，上行嘅道後生人轉到故鄉識條路。慢慢的，迄種漸漸的，佢新政客會經費多，甚至可麥搭順來慢慢被調vào來，用點線面的方式吼。我相信安尼呢一條產業，包括呢一條人口吼，呢一條後生人感覺安尼啲都地方都有見進步來吼。我相信佢回流人口會較多。依個總條嘅發展，但是田產業起起落落。北山鄉實係國新強最大嘅總條，一下沙無馬人地，啲居民勞工部門嘅資源減一下，希望再造北山鄉嘅本地好光景。